當你成功登記並開通醫健通戶口後，衛生署、醫院管理局、基層醫療署、由特區政府、醫管局或醫管局附屬法團管理或控制嘅醫療機構及所有已參與醫健通嘅私營醫護機構，便可以存放你嘅電子健康記錄到你個人醫健通戶口，而你亦可以自主給予個別私營醫護機構互通同意，授權有關私營醫護機構取覽你個人醫健通戶口內嘅電子健康記錄。你可以親身或者透過其他唔同渠道給予互通同意。成功登記醫健通後，予以參加醫健通嘅私營醫護機構就診時，你可以使用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掃描醫護機構所展示嘅醫健通二維碼，或將你嘅香港身份證插入醫健通讀卡器，或簽署互通同意書，交俾醫護機構，以給予有關醫護機構互通同意。如果你未能親身到醫護機構，又想提前給予醫護機構互通同意，你可以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嘅搜尋醫生功能，搜尋醫護機構，即時給予互通同意。你亦可以透過醫健通嘅24小時互動語音系統熱線34676300，根據指示輸入個人資料同醫護機構編號，給予互通同意。另外，當你致電醫護機構預約嘅時候，你亦可以透過授權號碼預先給予對方互通同意。當你每次給予互通同意，或你嘅電子健康記錄被醫護機構取覽嘅時候，你都會透過所登記嘅通訊方式，即短信、電子郵件或郵遞收到通知，咁就無需擔心你嘅健康記錄喺你不知情嘅情況下俾其他人查閱，保障你嘅私隱。你亦都可以透過上述方法管理，包括給予或者撤銷你嘅互通同意，有醫健通幫手建立終身同埋更全面嘅健康記錄。